澳門弱智人士家長協進會舉行親子同樂日，並表示會以平衡弱智者同照顧者嘅權益作為新一年嘅服務目標。社會工作局局長葉炳權表示，會透過個人康復同機構服務兩個方面加以配合，令殘疾人士嘅生活有所改善。鄧曉欣報導。社會工作局局長葉炳權表示，復康政策係以提出社會復康為措施，希望殘疾人士能夠獲得社區人士嘅關顧，因此會透過復康服務綜合評估中心為殘疾人士編定個人復康程序，盡量透過科學嘅方法，令殘疾人士改善身體體質同維持生活能力，並會透過提供充足嘅資源，協助機構按本身嘅特色，將未完善嘅地方盡量得到改善。透過提供充足嘅資源咧，去協助機構佢哋咧係按翻佢哋機構自己本身嘅特色啦，同埋或者係查找機構佢哋自己本身係未能夠完善嘅一啲嘅地方咧，係去盡量改善佢哋自己機構本身嗰個服務嘅能力。咁之外，亦都係我哋係會協助佢哋培訓佢哋嘅人員啦嚇，同埋係喺譬如話係輔助就業方面嘅工作，或者係喺市場嘅推廣等等咧，咁我哋亦都係會提供協助。葉炳權亦都表示，希望透過機構提高佢哋本身嘅管治能力同埋服務嘅質素，可以令殘疾人士喺市場入面一方面得到接納，另一方面可以喺勞動市場入面有能力嘅都能夠充分就業。另外，為咗有利於制定復康方面嘅政策，喺殘疾定義同分類分級標準系統建立之後，提供殘疾人士資料庫。另外，澳門弱智人士家長協進會舉行親子同樂日，希望透過活動令到家長同子女能夠體驗親子間嘅溫馨同埋樂趣，增進家庭成員間嘅互相了解同埋溝通，嚟到加深彼此嘅感情同親子關係，提高智障人士嘅活動同埋學